113学年度大学申请经公告统一分发的结果，分发比例有52.61%，有比去年较低。因为招生的减少，报名增加，这届有11670欠价，是7年来第2多。 申请入学是高中生读大学主要的管道。今年51499个招生名额，比去年减2357个，拢总有78187个人报名，比去年加2075人。落尾是有41133个人分发，报名分发率是52.61%，招生名额使用率是77.34%，比112学年度更较侪。今年普遍 应该招生使用率都提升了，但是有部分的学校却有下降的状况。我们会发觉说，比较不是以理工科系为主的学校，可能在这部分受到的挑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。 有一寡私立学校把名额寄伫教育部或者是退场。根据精选会统计，大部分学校缺额的比率是20%到50%，甚至有9间学校缺额的比率是超过50%。今年就算是排点头前的学校，缺额嘛超过100个。有11间学校医学系有118个缺额，统计拢总有11671个缺额，虽然是比去年减4450个。 不过，这个数字是7档以来第2多。一个学生最多有6个校系嘛，那这些优秀的学生他可能重复录取。中国医师这一次是满的，可是中山医却有缺额，因为这些学生就是重复录取好多个医学系。 经商会表示，今年有92.95%的学生分发到第1志愿，录取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教联会表示，今年申请入学的缺额减少啊，如果学生放弃录取的数量应该和去年差不多。在分发入学招生的状况应该未出现大变动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